人新生之義，聖神的角色。究竟人點樣能夠成為天主的子女？喺新約裏邊，對觀福音嘅末世觀係將來嘅，所以傾向指出人死後先至可以獲得天主子女嘅名分，並且強調人嘅善行可以讓人肖似天主，因而成為天主家庭嘅成員。若望福音以實現嘅末世觀為主調，由於復活嘅耶穌顯發咗聖神，基督徒在世嘅時候已經可以成為天主嘅子女。若望強調，作天主嘅子女唔係單靠人嘅善行，最重要仍然係天主嘅主導，由上而生，即係由天主而生。喺耶穌同尼苛德摩嘅對話裏邊，更可以辨別到喺信徒由上而生嘅過程裏邊，聖神、天主子同埋聖父各自嘅角色。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，不能進天主的國。由肉生的屬於肉，由神生的屬於神。由水和聖神而生，明顯係指向耶穌被高舉喺十字架時傾出嘅聖神。復活後嘅耶穌稱門徒為佢嘅弟兄，因為佢喺門徒身上傾注咗聖神，門徒因而重新受造。耶穌喺3章6節屬於神同埋屬於肉嘅對比，正正指出人嘅肉身性命同永恆生命嘅分別，即係作人之子同埋天主子女嘅分別。屬於肉同屬於神基本上係兩個境界，除非得到由上而嚟嘅神嘅協助，屬肉嘅永遠唔能夠進入屬神嘅境界。按若望福音，肉凸顯受造物嘅軟弱同埋可腐朽嘅特性，神就相反啦，係喺人性嘅境界中運行嘅神性大能同埋生命嘅原理。肉同神並唔對立，天主創造人嘅時候已經將兩者結合。喺呢一度，兩者只係從唔同嘅層面形容同一嘅人性啫。你不要驚奇，因我給你說了，你們應該由上而生。風隨意向那裏吹，你聽到風的響聲，卻不知道風從哪裏來，往哪裏去。凡是由聖神而生的，就是這樣。希臘文嘅 pneuma 同埋希伯來文嘅 ruach 都有風同埋神兩個意思。若望玩弄嘅文字遊戲喺中文或者英文都無法表達。聖神好似風一樣，唔受人嘅控制，亦都冇俾人全然了解，因為聖神來自屬神嘅境界。由聖神而生嘅人活喺將來嘅末世之中，佢哋雖然喺呢一個塵世生活，但係唔受呢一個觸覺世界牽制，因為佢哋嘅來源同埋終向都係嗰一位看不見嘅天主。好抽象嗎？但其實由聖神而生的，始終有一啲特質可以俾人辨認到出嚟。若望喺書信裏邊指出，天主嘅子女擁有不能犯罪、彼此相愛等等嘅特徵。耶穌喺7至8節以風作比喻，指出聖神奧妙之處。事實上，一切嚟自天主嘅，為人而言都係神秘嘅，因為人係從下而來嘅，屬於另一個境界。亦都因此，由上而嚟嘅耶穌，由始至終都與人難以觸摸嘅感覺。耶穌嘅使命正係向地上嘅人啟示天上嘅事。就此，尼苛德摩顯得大惑不解。尼苛德摩問說：這事怎能成就呢？耶穌回答說：你是以色列的師傅，連這事你都不知道嗎？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我們知道的，我們才講論；我們見過的，我們才作證。而你們卻不接受我們的見證。
耶穌喺10節借用尼苛德摩早前用嘅勒比11節嘅我們知道，亦都係模仿尼苛德摩之前嘅說話，諷刺佢高傲自大。講論嘅原文喺70賢士譯本指先知所啟示嘅話，喺宗徒大事錄多數指福音嘅傳授，喺若望福音則係指耶穌嘅啟示，係源自天主嘅真理，因為耶穌表明我們見過的，我們才作證。跟住落嚟，耶穌即將啟示一啲天上的事。